接收到上新的画面，要来看到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杀爱情摩天轮。高雄市市政府嘛，按算讲30号伫要召开说明会。不过，即马有消息传讲，厂商介意高雄港4块以下的土地，烦恼中央未通过。下早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有上新的回应。就高雄推动观光也好，或者是产业的各方面的一些努力，我们中央都会尽力来配合啦。好，但是我也希望说，这个韩市长能够好好的把他对高雄的一个愿景，好能够把它做一个盘点，好，那总不能说你想到什么做什么，然后现在要做什么的时候市长又不在，市长又要离开，那这个到底政策后续的推动到底是如何来做推动？好，那万一这个韩市长选上总统之后，那这个摩天轮到底是谁管呢？好，或者是说，那后续的一些市政的推动如何推动呢？好，所以我想，这个我还是再三强调，对于高雄的任何观光或者产业的一个推动，这个都我们中央都会全力的来配合，那共同来协调看这个，假如高雄对于任何对促进经济发展比较。这个市长这个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沟通的管道都非常的畅通，还是要再多管齐下啦。哈，那不管是在法规或者是在警力的部署，或者是在学校社区，都必须动起来了哈。我比较难理解说，那舞蹈团、合唱团或者是其他的表演团体，或者是相声，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好，那所以。也许韩市长有想到一些新的点子，好，这个也说不定了，好，但是，我想版图它必须不管是在预算上，好，那必须给予支持，好，在警力的配置，好，或者是在社区的一些动员都要投资经费啦。我想农舍的问题法规，好，这个就依法行政嘛，好，这个看他书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嘛，好，但是我想。这个不是只有法令的问题啦，这个还有观感的问题啦，那毕竟假如有这些大规模的违建，对于一个要参选总统的候选人，我想这个恐怕必须接受社会的一些检验。郭台铭要和宋楚瑜联手，你怎么看？郭台铭要和宋楚瑜联手了。怎么看？发生了以后再看啊。李嘉芬昨天接受周刊专访是说，如果让他重新选择的话，会对韩市长的从政之路 say no， 你怎么看？哎呦，这个都已经年纪一大把了，他30几岁就从政了，他也嫁给他那么久了，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他夫妻的事情，他们这个讨论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都已经国民党提名，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国民党？这个或者是韩市长不准备参选总统了吗？要不然讲这种话，觉得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讲这些话对韩市长的选情也没有帮助对，不晓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。我是觉得他农舍的问题先处理好，可能比较重要了，对他来讲会比较重要。